嚟自文章，用盡精力讓好事不發生。用盡精力讓好事不發生，呢句話似乎矛盾。好事應該越早越多咁發生，點解有人卻努力阻止呢？筆者坦言，懷住呢種心態嘅人並唔少，可能大多數打工仔亦都係咁樣㗎。打工仔同企業家唔同，通常採取月薪制，無論工作幾多，薪水不變，容易養成得過且過嘅工作態度。新事物嘅出現，意味住需要適應，需要面臨困難。因此，唔少打工仔對新事物產生抗拒。對於好多打工仔嚟講，日常工作最好保持一致，輕鬆完成。然而，企業家則希望透過新制度同科技提升管理效率。可惜，企業家喺職場中僅佔少數。若果受薪管理層缺乏創新精神，可能會排斥新事物。對企業家而言，工作本身充滿風險。佢哋係公司嘅老闆，每月營收利潤各異。因此，嘗試新事物嘅壓力較少，成功可能帶嚟顯著發展。無論係咪嘗試新事物，利潤都會波動。嘗試往往能夠帶嚟正面結果。對企業家嚟講，變化總比不變好。然而，對其他同事同受薪管理層嚟講，每次變動需花時間適應，承擔失敗風險，且報酬不變。因此，佢哋更加傾向維持現狀，避免變化。呢個正係企業家同員工之間嘅核心分歧。為咗解決矛盾，改變薪酬制度係一種方法。例如喺底薪外設立特別獎金，俾員工喺克服新項目之後獲得獎勵，感受努力之後嘅回報。此外，有啲公司讓管理層成為股東，促使佢哋以老闆思維帶領下屬，增強公司文化滲透。然而呢兩種方式都係透過物質激勵員工配合公司嘅變化。筆者認為，最理想方式係讓員工理解公司正係面臨嘅困難與挑戰。若果想同公司共同發展，應該盡力配合。筆者曾經喺一家公司工作，每3個月舉行一次員工大會，管理層報告公司情況，包括困難與挑戰。呢種坦誠讓員工思考係咪願意繼續安逸，或係齊心協力提升公司，等大家共同受益。呢一種兼具情感與理性嘅方式，筆者認為係最有效㗎。